6月23日，韓國嘅 Kospi經歷咗2026年最慘烈嘅一日。 9,000선을 뚫고 치솟았던 코스피가 오늘 거의 10% 폭락했습니다. South Korea's Kospi sliding 10%, plunging 10%. 一個星期裏面蒸發咗3500億美金嘅市值，觸發熔斷機制。嘿，韓股啫，冇買咪冇事咯。但係今次嘅股災嘅原因，先係令我最擔心嘅地方。 The bubble here is not in Korean stocks. What happens is a bubble in the US. 因為佢哋大跌嘅元兇，其實同美股幾隻大股嘅結構係一模一樣。首先，我會同你將過去幾個星期發生嘅事由頭講起。喺崩盤之前 ，Kospi 係全世界最強嘅股市，今年升咗95%。但係點解韓國贏晒全世界呢個故事可以一夜之間反轉？喺股災之前 ，Kospi 係全球股市 No.1， 不過70%嘅 Kospi 升幅係嚟自兩間公司 Samsung 同埋 SK Hynix， 佢哋加埋佔咗成個 Kospi 市值超過60%， 即係話韓國嘅牛市本質上其實係壓住喺兩隻嘅晶片股上面，高度集中，加埋一個全新嘅金融產品，製造咗一個超級大嘅風暴。喺5月底，韓國推出咗一批全新嘅散戶產品，係16隻單一股票嘅2倍槓桿 ETF， 全部都係買緊呢兩隻股票 Samsung 同埋 SK Hynix。短短幾個星期，呢啲產品嘅總市值膨脹到去14萬億韓圜，而當中92% 係散戶嘅資金。聽到槓桿式 ETF 有啲唔明，唔緊要，等我再講多少少。市場上面有3類嘅槓桿式 ETF 係最常見。第一類指數型槓桿 ETF， 追蹤緊幾百隻嘅股票，風險係最分散，但係3倍槓桿仍然有極高嘅波動風險。只要指數跌2%，你嗰隻 ETF 就會跌6%。第二類板塊型嘅槓桿 ETF， 即係一次過買幾十隻同行業嘅股票，呢一個 sector 一出事就會跌得特別犀利啦。喺6月23號，一隻嘅 SOXL 咧，一日就跌咗7%。第三類單股槓桿 ETF， 亦都係最危險嘅嗰種。呢類嘅 ETF 追蹤一隻股票，如果你買2倍嘅 ETF， 你嘅日內回報就係等於呢隻原股嘅乘2嘅回報啦。一隻股喺一日裏面嘅波動，當然遠高於指數嘅波動啦。Nvidia 每日上落5%都叫正常，但係 S&P 500指數如果喐5%就係極罕見啦。所以如果你單一咁樣追蹤一隻股票嘅 ETF， 就變成最危險嘅工具啦。而隻單股槓桿 ETF， 佢嘅強制調倉機制更加容易觸發呢個死亡螺旋，你輸嘅錢可以比你想象中更加多。你可能會諗，韓國同美國嘅 ETF 同我都冇關啦，但係如果你係有買股票，呢一啲產品其實全部都有關聯，所以喺呢度你要先了解韓國嘅死亡螺旋係點樣發生。6月22號，美股 Apple 同埋 Micron 發生咗記憶體嘅定價口水戰。Apple 受困於記憶體成本嘅問題，再加上 OpenAI 嘅 IPO 可能延遲嘅消息一出，記憶體嘅股票喺美市時段已經大跌。第二朝 ，Samsung 同埋 SK Hynix 喺韓國開市之後即刻跌近3%。如果你係持有單股槓桿嘅 ETF， 只要呢一啲股票一跌 ，ETF 就要強制賣股。聽到好難明，唔緊要，我用個簡單嘅例子教你。假設你買咗100蚊嘅2倍做多 NVDL， 即係追蹤 Nvidia 嘅一隻股票，咁呢隻 ETF 又點樣可以俾到你2倍嘅回報呢？簡單嚟講，佢就係用你嘅100蚊，再借多100蚊，總共擺200蚊落 Nvidia 呢隻股票度。只要 Nvidia 升1%，你嘅200蚊股票就升2蚊，即係你嘅本金嘅2%，完美嘅2倍回報。但係如果 Nvidia 跌10%呢，你嘅200蚊嘅股票跌10%，變咗180蚊，但係你仲爭緊 ETF 借過100蚊喎，所以你嘅股票價值會由100變成80，跌咗20%。即係2倍嘅10% 啦。咁呢個 ETF 點樣去維持2倍嘅 exposure 呢？
新嘅價值係80蚊，要維持2倍嘅 exposure， 你就要需要160蚊嘅股票。但係你依家手頭上有成180蚊嘅股票，所以 ETF 必須賣出20蚊嘅 Nvidia， 呢個就係 forced selling 嘅機制啦。當同一時間好多人都揸住槓桿 ETF， 原股一跌，所有嘅 ETF 一齊賣，咁又加劇翻原股嘅跌幅，觸發更多嘅 forced selling， 變成我講嘅死亡螺旋。槓桿 ETF 係高風險嘅工具，雖然賺得快，但係一個回調跌市呢，隨時輸得更多更快。唔想個心每日跟住個股價大上大落， Syfe 就可能幫到你手啦。新加坡投資平台 Syfe 受香港證監會監管，客戶呢已經超過40萬。喺呢個 AI 浪潮之下，你想入市，但又怕風高浪急，但咩都唔做，將錢放喺銀行又會輸晒通脹喎。Syfe 低風險嘅定期存款投資定息簿呢就好受投資者歡迎啦。依家定息簿美元收益率呢高達 3.85%， 港元 2.9%。如果你想睇定啲先入市，又想靈活隨時調配啲錢， Syfe 嘅另一個王牌工具靈活簿呢就好吸引啦。靈活簿投資係呢個貨幣市場基金，每日計息，冇最低嘅投資金額，美元嘅收益率高達 3.8%， 港元 2.6%。買基金大家都會識睇風險，睇佢嘅回報，但另一個呢成日俾人忽略，但又好影響到你嘅回報率嘅，就係基金費。平時買基金呢，其實有2層嘅費用，第一層就係基金本身收嘅錢 expense ratio， 即係俾基金公司好似 Franklin Templeton 或者 BlackRock 等等嘅使費。第二層係中間人嘅費用，即係銀行或者平台收嘅錢啦，譬如認購費啊、贖回費。以收息簿為例啦，同一個產品 Syfe 嘅回報呢會高過傳統嘅銀行，因為佢哋係唔收第2層嘅平台費。Syfe 依家呢俾緊獨家現金回贈優惠俾 Ringasia 嘅觀眾，如果你想開戶，可以參考下面嘅資訊欄連結啦。翻去6月23號嘅 Kospi 16隻嘅2倍單股槓桿 ETF， 同時被逼賣出 Samsung 同埋 SK Hynix ETF 大規模咁樣賣盤，加埋呢個強制平倉，一齊加劇咗呢2隻原股嘅跌幅。2隻股票由早上淨係跌咗2至3%，短短幾個鐘裏面急劇擴大到-12% 以上。而 Kospi 亦都觸發8% 嘅熔斷機制，停市20分鐘。呢個機制係當股市波幅過大嘅時候，交易所會強制暫停交易，俾投資者一啲時間去冷靜，防止市場情緒失控，導致價格暴跌。諗下一個畫面，一個韓國散戶5月底買咗 Samsung 嘅2倍槓桿，佢心諗只要 Samsung 升1%，我就贏2%。但係6月23號嘅情況係 Samsung 跌咗 12.3%， 佢嘅 ETF 跌超過 24%， 打回原形不特止，仲負債。嗰一日外資淨沽近13億嘅美金，結果係點？4800億美金嘅市值一日內蒸發，災難仲未完。同一個禮拜五 Kospi 又再大插水，單日跌超過8%，去到7月2號再嚟，史上罕見咁樣10日內熔斷咗3次。但係呢一個絕對唔係獨立事件。The amount of money that's pouring in around the world, but particularly in the US from the mega cap stocks into building AI data centers. 同一日美股都大跌，咁點解韓國嘅死亡螺旋問題會直接傳染埋去美股呢？ The AI bubble debate is absolutely raging right now. 你仔細咁樣諗下 ，AI 相關嘅股票佔2026年美股升幅嘅80%， Top 10嘅科技股佔 S&P 500市值嘅40%，比起2000年嘅科網股爆破之前更加高度集中。Fortune 嘅報道直指依家係 dotcom bubble 嘅前夕 ，Wikipedia 仲啱啱開咗個 AI 泡沫專頁，大量嘅媒體相同嘅大字標題，全世界都係問緊同一個問題。美國 Big 4嘅科技公司喺今年嘅 AI 資本支出加埋有725億美金，按年升足92%，錢就使咗啦，但係大部分嘅 AI project 都未有盈利。
OpenAI 去到今日仍然蝕錢，但係估值呢就高達8000億。如果按翻經濟學嘅泡沫三大徵兆裏面，依家我哋中咗幾多個呢？第一，高估值。當你睇到有啲公司嘅股價非常之高，但係實際賺嘅錢唔多，你就可以睇下公司嘅市盈率 PE ratio。S&P 500依家嘅 PE ratio 雖然係32，但係相比起疫情時嘅高位39，仍然有一段距離。呢度證明雖然有泡沫，但係公司嘅賺錢能力仍然唔錯。第二就係睇佢哋嘅波動性啦，亦都係公司股價上下波動嘅指數。韓國股市明顯佢嘅波動性係急劇咁樣上升，Nasdaq 都開始有上升跡象，依家係30。不過睇翻過去美國每一次泡沫爆破，然後衰退，當時嘅波動性指數至少都達到50以上。所以依家我哋嘅指數未去到最高，但係仍然要小心留意啦。第三就係睇下股票發行得多唔多呢？啲公司一定係揾股市最貴嘅時機去上市或者去新增股票，所以越多 IPO 亦都代表股市依家係過熱。最近市場的確有好多新股 ，SpaceX、OpenAI、Anthropic、Google、Oracle， 連 Meta 都話要發行多啲嘅股票。Great technology changes produce bubbles is because nobody can get it exactly right. 元老級嘅投資者 Ray Dalio 亦都坦白指出 ，AI 嘅泡沫係必然嘅產物。佢提出2個原因。第一，企業喺高度競爭壓力之下，即使佢哋盈利前景未明確，亦都被迫進行大規模嘅資本支出 Capex。另外，投資者亦都好容易有呢個認知偏差，將呢個技術前景同埋股票估值混為一談。無論公司嘅技術再好，如果股價已經過分透支緊未來預期嘅估值，依家嘅投資風險就係非常之高啦。如果你想學多啲點樣做估值模型，你可以睇以下嘅連結。其實有一樣嘢我一直都好想 Rain Asia 可以改善嘅。喺我哋嘅觀眾裏面淨係得46% 嘅人已經訂閱咗我哋嘅頻道。我自己好希望呢個數字可以上到50%。你嘅一個訂閱對我哋成個團隊嚟講，絕對係一個最大嘅鼓勵。唔該晒。所以 Kospi 嘅股災唔係單係韓國嘅問題，而係全球 AI 炒賣嘅第一個壓力測試。韓國之所以第一個受質疑，係因為佢哋嘅散戶賭仔太集中啦。 삼성전자는 AI 데이터 센터 붐에 힘입어 메모리 공급 부족 현상이 당분간 계속될 거라고 내다봤습니다. 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點解係 Samsung 先呢？因為 Samsung 本身已經面對緊成本問題，而呢個亦都係股災嘅催化劑之一。喺5月嘅時候 ，Samsung 同工會經歷咗一場歷史性嘅勞資糾紛。結果係點 ？Samsung 同意將12% 嘅經營利潤鎖死10年，分翻俾工人，即係話唔好理晶片 cycle 點 ，Samsung 賣唔賣得多貨都好，公司嘅人力成本喺未來足足10年都要墊高。呢一個12% 同工人分利潤，雖然避免咗大規模嘅罷工，但係 Samsung 嘅長期勞動成本大幅上升，未來可能好難同佢嘅對手發動呢個價格戰。即係話 Kospi 嘅基礎喺6月23號股災之前已經有好大嘅壓力，唔單止 Samsung 未來要面對更高嘅成本，而 SK Hynix 亦都有類似嘅 deal 同工會達成咗，一邊係槓桿嘅金融脆弱性，另一邊係韓國公司嘅極高營運成本，兩個原因一撞 ，Kospi 就係一日冇咗4800億啦。而呢一個結構性嘅弱點，美股其實都有，而且係更加大嘅規模。等我直接啲問大家，呢一個 AI 牛市裏面，你嘅回報係點？美國 Nasdaq 今年升咗12%，韓國嘅 Kospi 股災之前升咗95%，香港嘅恒生科技指數今年就跌咗近20%。同一個 AI 泡沫，3個完全唔同嘅結果，即係話如果你係香港嘅散戶，最常買嘅恒生科技 ETF， 你已經係跑輸咗。一邊要擔心份工被 AI 威脅，另一邊投資又跑輸全世界。所以喺結構性嚟講，香港人係呢個星球上面對雙重風險最高嘅觀眾。不
過就算你係買美股嘅人，呢一個韓國股災應該都要令你擔心。因為美股有更大規模嘅槓桿產品，2倍甚至係3倍嘅槓桿都有，資產更加大，比韓國嘅 Samsung ETF 更加危險，因為 Nvidia 嘅日均波動率仲高過 Samsung， 而單一隻 Nvidia 已經佔 S&P 500嘅7%，佔 Nasdaq 100嘅12%，即係話如果你持有 NVDL 嘅話，又或者持有 TQQQ、SOXL， 你嘅 portfolio對槓桿嘅 exposure 可能比你一直以為嘅大好多。同樣嘅死亡螺旋，當然亦都可以喺 Nvidia 股票中重演啦。不過美股規模係韓股嘅18倍，加上由全球嘅投資者一齊參與，投機性嘅賭仔呢就冇咁單一集中。呢個亦都係美股比韓股安全嘅唯一原因。但係呢啲槓桿只係 financial risk， 呢度仲有 structural risk， 我叫佢做美版共同富裕。呢一個係我自己作出嚟嘅名，但係呢係解釋緊一個真實嘅趨勢。呢個概念係嚟自 OpenAI CEO Sam Altman 提議嘅 Public Wealth Fund。依家呢，特朗普想通過唔同嘅政策去達成呢個美版嘅共同富裕。第一，好似挪威一樣，用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幫國民投資。第二，亦都係我覺得最重要嘅一樣，就係要求科技同埋 AI 巨頭公司分享佢哋嘅利潤俾美國國民。There are concepts where pieces could be given to the American public. 特朗普最想嘅就係 AI 公司捐出佢哋嘅股票，譬如用股票換取政府投資嘅資金，又或者以股票去交稅。咁樣呢，就可以有效咁樣將股權轉俾政府，再分俾市民啦，令到人民呢喺 AI 紅利中分一杯羹。其實韓國喺5月嘅時候，總統府呢亦都提出過建議，推出呢個國家紅利，將公司嘅 AI 利潤呢分俾全民。雖然呢個建議仲未落實，但係 Kospi 咧喺嗰日咧即刻嚇到30分鐘跌5%。所以無論係韓國定係美國，喺 AI 急速發展之下，每一個國家都要面對緊同一個難題，就係工人冇工開，企業嘅利潤係咪應該要分翻出嚟呢？所以結果都會一樣，企業喺未來嘅現金一定會有部分呢被分咗出去。講到呢度，等我俾你一個好快嘅估值課堂，因為呢度會直接影響你點樣揀美股。過去幾十年傳統嘅 Wall Street 呢，去衡量一間公司值唔值錢嘅標準，好簡單，自由現金流多，加埋資本支出越精準，再加埋呢個股票回購多，就等於高 PE， 即係高估值啦。但係韓國同特朗普正喺度聯手建立一個唔同嘅 mechanism。第一個就係將呢個自由現金流去節流啦。Samsung 已經 lock 咗12% 嘅經營利潤呢俾佢嘅工人。特朗普嘅 reshoring 同埋加關稅去逼 Nvidia、Apple、MU 等呢啲公司喺美國建廠，佢哋嘅資本支出不但暴升，現金流呢就不斷咁下跌。簡單講句，以前公司攞嚟分俾股東嘅錢，依家要攞出嚟分俾佢嘅員工，同埋要起廠。第二個 mechanism 就係 buyback 工具呢被打壓啦。過去10年 Apple、Google、Meta 佢嘅盈餘增長有大部分係嚟自 buyback 嘅股本縮減魔術。呢個魔術點解呢？即係公司用 cash 去買翻自己嘅股票。你睇下呢度，只要分母即係流通股數變細， EPS 每股盈餘呢就會自動變大啦。One of the new taxes that was just added into the bill today, the stock buyback tax. 但係美國政府開始徵收呢個 buyback tax， 冇咗呢個 buyback 嘅魔術， EPS 每股盈餘嘅增長呢，就只可以靠實際嘅業務嘅增長啦。加上喺共同富裕公司要捐股票嘅情況之下，本質上呢，雖然係向全民分發利潤，但係其實佢嘅每股盈餘 EPS 其實就已經出現咗呢個稀釋。譬如咁講，如果公司咧係憑空創造咗5% 嘅新股捐俾政府，
假設公司嘅業務賺錢能力完全冇變 ，EPS 就會自動縮5%啦。公司股票估值當然要下收啦。所以依家咧就 check 下你嘅 portfolio， 問自己3條問題：第一，你有冇持有一啲槓桿式嘅投資 ETF 呢？第二就係你係咪淨係買緊美股裏面7大巨頭嘅科技公司，而忽略咗過度集中嘅風險呢？第三，喺你計算科技巨頭嘅估值嘅時候，你有冇考慮未來公司會捐出股票，股票價值會稀釋呢？如果你怕 AI 泡沫，但有冇太多時間睇估值做研究，可以睇下 Syfe 呢啲提供唔同風險嘅投資工具。詳情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資訊欄連結啦。好，今日我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 like、訂閱同埋 share 啦。下次見，拜拜。